新闻需要咱来思考一个对医护人员敢有公平？为国外来台湾的民众伫机场内接受 PCR 检验，即咱知影，伫昨暗时，香港一个艺人叫王喜伫桃园机场，和医护人员用这个名机伫吐时检验过程中有漏血，所以真生气，伊随拍影片抛上网络，并且写讲要通缉这个会受伤的护理人员。这位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讲，现场有其他医疗人员虽提供卫生纸甲全新的这个喙安，也过伊拒绝使用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王喜今日中昼伫面册对曾仁祥回失礼，伊表示讲不应该伫面册铺伊的黑白相片，也过希望讲，迄个替伊体检的护理人员会使赶紧出面。香港明星王喜昨暗时来到台湾，伫咧机场家己翕影片，喙暗规个拢是血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家己伫咧人面册铺文讲事发经过，伊讲伫咧桃园机场，一个150公分的女性医护人员，正手摕名机动要去伊的正面鼻孔内底，同时佮用倒手塞伊后脑壳啊。王喜讲感觉真疼，所以为后壁救，对方叫伊较忍耐咧，尾仔互王喜正面鼻孔流血。佮讲即个采检人员遂离开现场，无人知影伊是谁，佮走去倒。为挺校区到准备上车，伊喙暗的血，互人看甲会惊。来看伊的人面册，麦当感受到伊规巴肚血。为昨暗时6点24分，抛出头一篇文章了后，先分享家己 PCR 是阳性，佮指控警察爱家己去1922投诉。刑警对这件代志无应话，暗时10点外，佮爱曾仁祥替伊找凶手，直到半暝啊，拢总抛16篇抛文，而且每一篇拢是伊流血相片。过2天会知影，伫咧一检所，王喜佮一摆抛出家己快筛的过程，结果是阴性。只不过游客来台湾做体检，所发生流血意外，执行长王必胜来做出回应。我们在做这个裁剪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个人的因素了哈，那比如说他的这个鼻中隔弯曲，哦，或者是说这个鼻甲比较厚，或者是说这个鼻腔比较干燥，长时间坐飞机哈，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出血哈。那这个我想应该都不是太严重的这个副作用了哈，那所以这个也请他见谅。王必胜讲，到昨为止已经做7万的游客入境采检，感谢大家配合。嘛讲现场的医护人员拢真辛苦，希望过程大家爱互相体谅。不过香港民星来台湾，防疫采检所发生意外，伊欢迎和大家讨论个来噗噗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